就是呢，前道是讲，分道是讲，处长每个护理员组长在座各位先生，大家晚安。或者进入节目比赛的那种，以连线男女搞过来，所以或者呢是，刚刚讲必须得来讲，真的，必须得，以前为是，为人吃苦，为人。我讲当然有可能咧成就，咱来去发挥家己啦所以每次来到这应该是就要有40分来，人民包来互相来所以讲呢或者一直赞叹他这个对我的那诚难得因为咱来的地方开讲一个可能所以讲伊结婚以前，这个做事情那么伊结婚了后呢，讲为人讲靠几百岁归零所以讲呢，伫这个家庭探讨的当中呢，我当然是较真，而且当时伊我到出考的时阵，伊嘛是其中换考伊嘛其中一个所以讲呢，安尼就是，就要安怎办？所以讲呢，我时时感觉讲，修道在可能每一个人的语言。所以讲呢，他说咱在人人是讲表面就是表面，也是表自己的属灵。表属灵，今仔日大家会当会当求道，代表就是个道理。会当成就因材也好，成就干活，那是有属灵的。讲伊真正，咱当天定一部分。真正，遮尔济人修道当中呢，而且你咱会当伫这个道理的核心内底，这个有意义。所以讲呢，伫了凡的当中呢，当然了凡拢是了解那么呢，伫了的讲呢，当然咱讲的了解应该是讲了错，而是了这个快乐的了。所以讲呢，既然了凡就是了变就是了变，了变会不会虚无？了变咱袂先讲，当然啦，你先变就要讲的，那要讲讲讲是一定会讲。所以讲呢，道理的了凡，那当然呢，分别就是讲，既然了凡就是了解的方法，咱一定知。有个咱讲了凡，咱讲了凡，所以讲呢，咱一旦真正的来成就自己。表面就是表面，就是了咱的思念。所以咱就是有思念来咱来当到这个阶层这咱一定要家己肯定。咱若无家己肯定，以为像我咧讲迄个典故，我永远就是你只你若永远认为你是只假的话，你要恢复伊老因种。回头高看而言，你的目标呢，我都嘛是。所以讲呢，咱若我去肯定家己，这就是我这世人的使命，我就是当作家己是一只导演，那安尼相信咱会办到，亲像梅册伊嘛当作家己是一只导演。所以讲呢，这个所在呢，这也是或者这时间来的意义的影响力。你像咱梅册今年因为考过来，那个迄个啥，迄个阿奇，个阿奇因拢比前外你比外人嘛是考过来，所以讲呢，嘛是成功是所以讲这嘛是个很赞那当然，我去讲明，咱就是讲一个CEO，就是讲一个执行长。
就是说这个团队里面的领导，你是要把这个团队领导入去，你这个 CEO 你家己要来清楚。那当然咱到回归到咱个个人，咱要甲家己大方面对，甲咱的自信大方面对，甲咱的人生计甲大方面对。再给就是咱对家己哦，嘛是一个 CEO，就是要带领家己的身心灵，你是要对对起。所以讲呢，就是讲，咱要怎么讲？伫咱修炼学到了后呢，咱一定要认清家己的本分。咱若无认清家己的本分，你先是家己的，讲你今日是可以代志。所以讲呢，做好了这个CEO来讲，反正嘛是反映到实体，咱要家己大方面，你安怎把咱的人生创造为价值，互伊流露出来，这就是咱家己有那是一个 CEO，不是讲我今年就做来，这我不是一个领导，不是这样。当然呢，大家有去负责各部分，你把你分内的工作做好，以及你自己领导自己的人生的出路，那个是一个优质的 CEO。时间上的关系啦，或是这些还是比较相对性的问题。你当然咱前一阵加咱做一些，应该讲那些但是真的是真心你也是太聪明当然呢，咱比较感谢咱女人一路来4年多的跟我们太太一路在先导的蛮辛苦的这也在我们成就了蛮多的一些东西。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在签导会有很好的一种道路